你吃的这么素啊？你还是吃我这份吧。别，我这份就是给你点的。你太瘦了，多吃点肉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学习。不对这个饭卡。我吃我这个，吃吧。哎，夏姐，郑哥，张怀武，我这借了半天的饭卡都没借着，没想到碰到你俩了，我这都饿死了，我都。你怎么老来我们学校啊？说来话长，我现在反正是扎根在京大了，我现在就住在郑哥宿舍。扎根儿啊？你不用上课？上什么课呀？上了我也听不懂，天天讲些乱七八糟的，我也不知道，还不如跟着郑哥呢，是不是郑哥？是啊。有道理。夏姐，你说你们食堂啊，比我们学校好太多了，就这菜，也比我们学校菜好吃。我先吃了啊。张怀武，干嘛呀？出去下联西马，夏姐你干嘛呢？夏姐是不是给我吃？不是我这对不对？你要吃饭我饭卡给你，真是夏姐给我的。你们俩吃着，我再去打一份。看什么？哟，郑哥，我是不是得改口叫郑嫂了？吃你的吧。哎，你笑什么？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很像我们高中那会儿我给你做家教的时候吗？怎么？你是要收费吗？对你当然不用了。现在无论为你做什么，都是我自愿且免费的。那你能不能帮我讲一讲，这个单例模式在多线程环境下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？好，我看一下。稍等啊。夏令旭同学，认真一点好吗？看题。